来看新北市中和的私立的春秋木园哦，去年6月因为崩山造成50多座的墓地损害，加上心理自救会指控讲业者无做水土的保持。监察委员调查嘛发现讲，新北市政府甲望安乡公所，亲像有独立业者嘛纠正新北市政府，这案嘛已经移送法务部调查。 对相片内面看到山坡地大范围崩坏，有90个墓损害，观察各大护岸被秀出来，也甲规道卡各互土石砍掉的。这是伫新北市中和的私立春秋墓园，墓基的数量有1300多座。去年6月因为大雨造成山坡地崩坏，根据统计有54座墓的墓基损害。家属也批评业者多款电业公司态度消极无作为。 因为我从去年6月我开始密集，我都会有一段时间会过去搜证，去观察它整个地形的变化。但是它很明显的，它是一直在往下掉，都没有做。就目前的情况，可能不是因为有现任的骸骨在里面，所以没有办法做水保，而是业者一直不愿意来做这个水保，并且也结合着地主持续的对部分的墓主做一个兴讼，那希望做一个拆墓还地，拆除地上物，拿回墓基重新销售。现场后续的紧急处理，插钢条18支，也个铺篷布。不过，几多位墓主指控业者无心经营，也无做水土保持，也个逼墓主听墓签地。墓主也不满新北市政府放任歪管，造成灾情扩大。监会也开始进行调查，认为墓园的经营权有争议。新北市政府也个望安乡公所，敢若是为业者配合，无采取对外公开透明就提供土地使用同意书，涉嫌盗利。 已经通过纠正新北市政府有违宪，并且移送法务部追查。是不是有公务员违法失职、图利甚至渎职，让这家公司用后面不当的手段来对付躺在地上的先人监察委员讲，新北市政府应该先尽监督的责任，对扣尸骨在后复原要积极处理。 新北市政府针对纠正案，目前是无做回应。因也针对内政部106年修正殡葬服务业申请经营许可办法，准申请人只要减负一定比例同意使用证明文件。监察委员也认为应该用法律来定定，内政部要疏失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